馬會短途錦標一枝獨秀大熱門4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維港智能內欄應聲彈出啦。咁啊，見到外邊嘉應高升雜聲走上去啦。咁啊，最出仲有合夥奔馳第4位，電氣騎士第5位，加州星球第6位，內欄美麗第1，出邊紅衫戴面箍仲係賢者無敵啊！後邊嗰5匹馬幸運有利啦，驕陽明區紫色衫響尾4啊，後邊3匹的愛心陸續無限啊，暫時殿後係威力奔騰嚟㗎。好啦，咁啊轉緊彎啦，前面放就係維港智能啊，外邊咬上嚟就係呢隻合夥奔馳啊，跟住個第3位有嘉應高升，第4位就加州星球啊，第5位嘅馬仲有電氣騎士啦，內欄第6粉紅袖美麗第1，響外邊仲係賢者無敵啊，驕陽明區紫色衫移咗出嚟中檔啊，後邊4隻幸運有利的愛心陸續無限威力奔騰嚟㗎。好啦，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維港智能仲有少少嘅優勢啊，中間合夥奔馳追佢，中檔位置嘉應高升3幾步已經上嚟啦，咁啊再後邊嘅馬美麗第1沿住個中檔上，出邊賢者無敵，最出仲有隻驕陽明區，最後100米認真撲落去，嘉應高升收韁贏2級賽呢場相當輕鬆啊！第2名嘅馬呢，相當近啊，埋邊上咗嚟的愛心，出邊驕陽明區，至於第4名嘅馬呢，都要影㗎。賢者無敵同埋美麗第1啊！咁啊結果呢隻嘉應高升都認真厲害啊！出道計埋呢場，贏到第8場頭馬，上場贏2級賽，今場賽事減磅嘅情況之下，一樣再贏2級賽，捧走中銀香港私人銀行馬會短途錦標。恭喜晒嘉應高升，咁啊捧走今屆嘅馬會短途錦標啊，都係行過嘅姿態贏嘅。跑第2名呢，入邊的愛心，第3名出邊驕陽明區，第4名壓落去嗰步會唔會入邊先啊？以貼欄都係着數喎，似入邊高啲啊！加州星球啊，失望喎，佢唔係好順喎，入轉彎入到嚟直路嗰下，佢唔夠快啊，所以一路騎就變咗要跟住維港智能，佢唔放就未必係佢最佳跑法啦。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咁啊應聲彈出嘅馬呢，有呢隻加州星球威力奔騰啊，埋邊位置呢，就係呢隻呢驕陽明區守住先，出邊走上去啦，嘉應高升啊，出邊仲有呢隻自成推介，外邊係維港智能啊，咁啊李健夢境大約跟住個第6位啊，隔離拍住佢呢，仲係幸運有利啦，後啲馬匹有呢隻就豪城啊，賢德之君啊，尾4位置係驕陽明區啊，後啲嘅馬匹啦，先見到賢者無敵的愛心暫時殿後係美麗第1嚟㗎，好啦，咁啊轉緊彎嘅時候啦，前面呢放咗出嚟跑嘅馬就係加州星球啊。咁啊，見到呢隻嘉應高升咬住第2啊，出邊係維港智能啊，埋邊第4個威力奔騰啦，中間有自成推介啦，外邊馬匹呢，有呢隻就星迷啊，出邊呢，仲係賢德之君賢者無敵啊，馬林後邊就豪城揾緊位，捐入去做入邊呢，仲有呢隻李健夢境啊，好啦，最後300零米啦，加州星球就佔先嘅，好啦，嘉應高升開始逼落去，有啊，再後邊嘅馬仲有威力奔騰，入邊上嚟嘅馬仲有隻驕陽明區，最出追係的愛心啊，最後100零米啦，嘉應高升拋離咗對手個幾身位，李健夢境、驕陽明區一齊上緊嚟，接近終點，嘉應高升贏出呢場浪琴香港短途錦標啊！後邊追上嚟嘅馬雖然好似追得好近，但係一樣都係嘉應高升贏啊！睇翻呢匹馬，上年12月先至係初試提升日，相隔1年左右嘅時間，呢隻嘉應高升跨過一關又一關。今次嚟到第一次跑1級賽，結果為港隊代表再度勇奪浪琴香港短途錦標呢項嘅殊榮啊！後邊追上嚟有驕陽明區外邊，中間有呢隻李健夢境，第4名係加州星球。恭喜晒嘉應高升，捧走今屆浪琴香港短途錦標啊！嚇，翻到嚟跑第2呢，驕陽明區，第3名李健夢境，第4名加州星球。驕陽明區都塞咗一輪啊！呢隻就嘉應高升真係勁啊！今日擺咗出嚟啊，冇遮擋啊！跑場咁啊 ，group 入到直路都仲撳住，但係即係好安心。
年紀念短途杯準備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啊大家都平排躍出嘅，快啲嘅馬啦。咁啊見到內欄位置就維港智能啊，響外邊就嘉應高升啦，中間黃衫魔術控制第4位呢就美麗第一啊，後邊嘅4匹馬啦，有幸運有利的愛心啊，尾二紅衫係賢者無敵啊，暫時電流係驕陽明區嚟㗎。好啦，轉香港體育學院灣啊，放咗出嚟跑嘅馬呢就係呢隻嘉應高升啊，跟住第2位就魔術控制啊，內欄第3嘅馬有維港智能啦，第4位美麗第一啊，後邊嗰4隻橙衫的愛心、藍衫幸運有利啊，尾二呢就賢者無敵，暫時殿後仍然係驕陽明區嚟㗎。好啦，咁轉彎入直路咁滯咯喎，前面嘉應高升仲係撳住佔先嘅，咁啊後邊嘅馬見到魔術控制第2位呢，埋邊呢仲有維港智能啦，橙衫中檔有的愛心，中間美麗第一，外邊追嘅馬呢仲係幸運有利，依家先抽到出嚟就驕陽明區啊，最後200零米啦，嘉應高升數拋嚟咗4個馬位度啦，後邊嘅馬幸運有利，入邊追的愛心。外邊上咗驕陽明區，最出嚟賢者無敵，接近終點，好似神操咁翻嚟啊！嘉應高升咁啊，狂勝對手，捧走100週年紀念短途杯啊！亦都係呢匹馬出道以嚟取得嘅第10場頭馬。繼上場賽事喺場香港短途錦標贏完1級賽之後，呢匹嘉應高升再次以一個無敵嘅姿態贏埋呢場1級賽100週年紀念短途杯啊！至於跑第2名嘅馬，驕陽明區。埋邊有的愛心，出邊賢者無敵。恭喜晒嘉應高升捧走今屆100週年紀念短途杯，都係一個好輕鬆嘅姿態啊！彈下對手，驕陽明區恰如其分，翻嚟跑過第2名啦。的愛心跑第3，跑第4名係賢者無敵。我諗都係熱辣辣嘅3重彩㗎啦，係跑第4名嗰隻有啲驚喜啦。賢者無敵，嘉應高升自己放都得啊，步速唔慢嘅。係啊，頭2段快咗8線幾啊，翻嚟都係大勝。有啲驚險就係驕陽明區幾乎又塞車咯，真係。隨時起步，往期舉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快閘嘅馬中間加州星球賢者無敵啊，外邊呢就係呢隻嘉應高升，3隻馬拍住嚟走喎。第4位就鴻運帝王啦，第5位驕陽明區內欄第6橙心啊的愛心啊，後邊3匹馬啦，手機標靶啦，永遠美麗啦，暫時殿後係嗰隻陸續無限嚟㗎。好啦，跑咗一段嘅路程咯，加州星球就放頭啦，嘉應高升咬住第2位啊，第3位埋邊有賢者無敵啦，落後個零身位跟住個第4係鴻運帝王啊，第5位外邊紫色衫驕陽明區埋邊第6橙心啊的愛心啊，後邊3匹馬手機標靶永遠美麗，暫時殿後仍然係嗰隻陸續無限嚟㗎。好啦，咁啊轉緊彎中間咯，大家位置變動上面都冇喐過㗎。加州星球就放頭嘅，嘉應高升咬住第2位，後邊嘅馬有賢者無敵、鴻運帝王的愛心啦，中檔紫色衫驕陽明區攞出去外邊嘅手機標靶，尾二永遠美麗包咗落尾嘅馬，暫時都仲係呢隻呢陸續無限入正最後直路啦。前面加州星球仲係佔先嘅，見到嘉應高升呢攞緊平衡呢就慢慢上㗎啦。外邊位置追有驕陽明區上嚟啊，出邊位置仲見到有呢隻手機標靶，最後200米到啦。咁啊，見到呢隻嘉應高升透出咗，驕陽明區追緊佢啦，後邊噶嘛仲有永遠美麗的愛心，最後100米，嘉應高升以一個無敵嘅姿態掟甩對手，贏出呢場女王銀禧紀念杯啊！後邊噶嘛驕陽明區追咗一段唔多，的愛心上埋嚟，第4名外邊係永遠美麗啊！結果呢隻嘉應高升真係不負眾望啊！咁啊，繼之前已經喺一場短途嘅賽事裏邊100週年紀念短途杯贏咗個香港速度系列嘅頭關之後，嚟到第2關女王銀禧紀念杯上1400一樣贏啊！好啦，換人一樣冇問題啊！香港速度系列再過一關，嘉應高升第2名，驕陽明區啊拉近咗之後就俾人彈翻甩啦，的愛心啊跑第3啊，2、3名都好近嘅，跟緊一步㗎咋。4號驕陽明區都叫做頂到個亞軍，啱啱啄翻落去。
隨時起步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前面快閘嘉應高升應聲彈出啦，隔離拍住佢仲係幸運有理啊，中間賢者無敵搶啦，出邊維港智能最出仲有隻魔術控制啊，內欄呢就永進劍豪啊，馬林中間粉紅袖呢仲有隻美麗第一啊，外邊合火奔馳啦，尾五位置就係呢隻李健夢境啊，尾四係金鑽貴人啊，後邊三匹馬野田冰封啦，賢德之君啦，暫時殿後係驕陽明區嚟㗎。好啦，咁啊轉緊彎啦，前面魔術控制就貼欄放嘅，第二位有維港智能啊，內欄第三隻賢者無敵啊，第四位合火奔馳啊，第五位呢埋邊呢仲有榮進劍豪啦，響出邊呢仲有呢隻就嘉應高升啊，後多層啊嘛，美麗第一啦，馬林中間呢仲有李健夢境啦，再後邊啊嘛，黃三隻金鑽貴人掟出去大外檔嗰邊呢就係幸運有理啊，最後直路前面透出嘅嘛，魔術控制啊，中間維港智能追緊佢，外邊嘉應高升一比落去就有啦，再見到外邊追嘅嘛，仲有李健夢境後邊嘅嘛，仲有驕陽明區啊，再後多層係金鑽貴人，最後百零米啦，嘉應高升以一個非常無敵嘅姿態收姜贏出呢場主席短途獎啊！真係認真厲害啊！今場賽事仲要有少少改咗個跑法啦，大約跟住個第四位入彎攞咗出去中檔嚟追啊！而今場賽事直落已經贏晒3場噶咯。首先係100週年紀念短途杯，再嚟攻下咗女王銀禧紀念杯，嚟到今場主席短途獎成功，咁啊真係3料冠軍，成為3冠短途王，4個字形容晒實至名歸。2025短途馬王噶啦，嘉應高升贏完呢場，直指10月份澳洲嘅珠峰錦標。李健夢境翻嚟跑過第2，驕陽明區第3，跑第4名係賢者無敵。今季就8戰全勝啊，追平咗美麗傳承個紀錄啦。真係誇張啊！贏馬姿態收姜都贏緊成2個馬位啊！今次仲要係守住第4、第5位，然後入直路同你追，即係點跑都得啦。其實輕內史未換腳，一樣照贏。因為呢早段呢，其實賢者無敵潘明輝有諗過點跑喎，其實佢好快嘅早段，咁啊幾叻喎，有個第4應該幾好分嘅喎，佢過100倍馬。驕陽明區啊，真係過唔到李健夢境啊！好合理嘅啊，始即係個終呢個狀態我都知13，都有少少唔同啊。同埋佢嘅跑法啦，因為個13檔留到最後啦。佢追下係見到隨時起步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前面快閘嘅馬呢，有呢隻合火奔馳啊，嘉應高升3幾步已經走咗上去啦。響佢外邊有天天同樂啊，最出嚟人和家興啦，中檔位置仲有美麗第一，大約第5位到呢，而家進佔第3嗰匹啊，第6位嘅馬仲有維港智能啊，後邊嗰一脱啦。咁啊中檔位置黃衫黃帽就金鑽貴人，出邊幸運有理，大約尾4、5到啦，藍衫嘅內欄尾4仲有精算暴雪啊，後邊3匹馬開心寶寶魔術控制，外邊呢就華麗再勝啊。好啦，轉緊彎嘅時候啦，前面呢就天天同樂放啊，嘉應高升已經咬住第2啊，內欄第3就美麗第一啦，第4位見到一路比緊就係呢隻人和家興啊，中檔第5仲有維港智能，等入邊精算暴雪合火奔馳，大外檔呢仲有黃衫嗰隻就金鑽貴人啊，最後直路啦，天天同樂呢擠離咗大約半個身位啊，嘉應高升呢攞正平衡換到腳已經出咗嚟先噶啦，後邊噶嘛美麗第一響中間衝來唔多，金鑽貴人反而有啲反應喎，入邊仲有隻開心寶寶啊，最出嗰邊華麗再勝啊，最後100米到啦，嘉應高升已經撳姜輕勝特首杯啊，跑第2名噶嘛係金鑽貴人啊，開心寶寶啊第3，第4名啊近啲嘅華麗再勝外邊追上嚟，似乎係有機會啊。咁啊結果今場賽事嘅特首杯，嘉應高升今季復出認真厲害啊，咁啊彈埋正腳收姜輕勝對手，累積出道以嚟第14場頭馬，亦都為10月份嘅珠穆朗瑪峰錦標注入更加強嘅強心針啊！馬王亦都係全球最高評分嘅短途賽區，嘉應高升再一次贏到特首杯，亦都完成咗跨季13連捷，跑第2名係金鑽貴人，第3開心寶寶華麗再勝跑第4，非常之咁輕鬆啊！完全可以話睇住嚟食啊！不過都戥金鑽貴人開心喎，都跑得唔錯啦，跑到第第2翻嚟，係啦。轉彎一度都以為褪咗落去咁啊！Capital 咁仲有祖麗星等等嘅對手㗎。
排住大外檔係黃帽、紅袖、嘉應高升。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嘉應高升咧應聲而出啊，咁啊反應都非常之好噶。入邊位置白色衫係登天橋，棗紅色衫咧係全能鐵衛，棗紅色衫後邊嗰隻啦，黃格仔衫咧就係祖麗星啦，拍住出邊係樂觀派。尾二位置暫時粉紅色衫係狂迷女孩，拍住出邊呢少少搶口咧，嗰匹係天使之金嚟噶。佢哋程力馬都係5個馬位到嘅啫。彎位一半階段，咁啊外邊啦走住上嚟都係嘉應高升啦，入邊大白臂係登天橋，全能鐵衛咬住個第3，中間位置咧咁啊見到係祖麗星啦，後邊嘅華里立嗰3匹馬都試得幾輕鬆噶，出邊位置係樂觀派，尾二係狂迷女孩，暫時殿後咧就係天使之金。入到嚟最後大概200米度，嘉應高升咧就冇乜點換腳喎，潘頓都佢嘅，暫時領先緊都係登天橋嚟噶。咁啊出邊位置啊咁啊慢慢上嚟就嘉應高升啦，入邊係全能鐵衛，暫時第4係樂觀派，接近終點。結果呢課大閘咧咁啊贏得到係全能鐵衛啊，第2位係登天橋，第3先係嘉應高升，而第4咧係樂觀派。咁都可以留意住啦，後邊華里納嗰匹祖麗星啦，狂迷女孩都試得相當唔錯啊！祖麗星由麥道朗咁啊，將會出戰呢個珠峰錦標呢課試閘咧，全程扣住嘅啫。而嘉應高升過咗終點後嘅餘勢都唔錯噶，只係咧最後階段咧冇話刻意要換腳，咁啊但係走勢都係輕輸步頭性質。